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郑雅珊，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伙来关心。有教徒为了纪念释迦牟尼修行得道，将每一天农历6月7日这天定为腊八节，并且在这天主媒来布施众生，代表祈求丰收甲感恩，向前新的一天来到。寺庙道场都会在今天烹煮腊八粥，表示感谢佛恩，同时也希望所有的人等能够得到佛陀的庇佑加持，能够阖家平安、吉祥如意。佛光山台南区在永康区、善化区、安平区、安南区、新营区，我们总共动员了1000名的义工，今年总共准备了20万碗的腊八粥，我们在各个社区烹煮，一碗一碗的送到每位市民的手上。我们希望每位市民都能够得到佛陀的加持、平安。今年腊八粥由佛光山南台别院以及志刚对半个月前开始准备材料，对今日透早3点就开始煮食，相当用心。秘书长李梦燕嘛代表市府收下这份来自佛光山的温暖。过去这段时间对台湾社会的贡献，我想我们台湾更需要佛法的这样的一个涵养啊，佛法的这个教化，让我们社会能够充满祥和啊，充满我们很多这个化对立哈来更多的合作。我们佛光山不止在我们市政府这边分享了1000碗的就是腊八粥，在我们议会，等一下我要到议会去也分享了100碗100碗腊八粥。我们希望透过这个腊八粥的分享，让我们的社会未来的就是台湾甚至台南更加的和谐。腊八粥不止送予市府员工，佛光山嘛甲台南所有市民结缘，伫永康、新营、新化、安平、安南等5区分送，预计将送出20万碗的腊八粥。希望大家伫适应以后，嘛当学习佛祖的慈悲甲智慧，迈向更加和谐社会。但新闻张伟忠、蔡依芬报道。一卡一卡的大鼎内底放着红菜头、蚵仔、豆腐等等8项食材，传出阵阵的香味。这项由佛光会中华总会举办20档以上的煮腊八粥活动，上午伫北区福安宫边仔的广场展开，借着腊八节释迦牟尼佛成道的日子，用米甲五谷等食材煮糜供奉，并且甲民众分享。今天是我们所称的华宝节哈，就农历的12月初8，就是佛陀的成道日。然后我们佛光山就是会在这一天煮腊八粥与大众结缘。依据过去来讲，佛陀他在成佛的时候，就是因为有牧羊女供他1碗乳糜哈，所以说他因为那个因缘，所以说他在菩提树下证道。所以说，因为这样子的因缘，所以说我们用腊八粥来跟大众结缘。该单位伫透早3点就开始准备，并且动员50多人，包括会员、立信高中餐饮科、附近里民等等，总共要传15000份，来分送给附近的学校、机关团体甲弱势民众。今天也是很高兴我们成功里的镇里长还有我们福安宫的主委跟我们情力相挺，所以说把场地借给我们无偿使用。然后更感谢就是说六信高中的餐饮科1、2、3年级由他们亚伦老师昨天就陪我们昨天一大早还有今天一大早就陪我们这样子。然后我们今天差不多供应的份数差不多是差不多在12000碗至15000碗。依目前来看的话，应该是差不多快到15000了。还在继续努力当中所以说希望大家有缘的话，因为今年可能就这个时机也过了，然后在明年的时候，我们
在明年还是会在这里。然后希望明年的时候，大家觉得说，觉得这个参加这个活动蛮好的，可以来跟我们互相结缘哈，来这边让我们供养1碗腊八粥。复工会中华总会伫台南总共有12个分会，每一档的腊八节拢会各自找地点举行煮腊八粥的活动，希望借此将这项福气分享给民众，也借此祈求丰收甲吉祥。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廉市议会国民党团上午召集记者会，宣布新旧任书记长正式交接。除了侪国民党议员出席参与以外，市党部主委也来到现场亲自勉励。而接下书记长职务的王家珍，希望党内议员伫各自的选区继续打拼，同时也爱发挥监督市政的责任，为市民创造福利。家珍接任之后呢，对内我们希望更能凝聚我们党团成员的向心力。基本上来讲，盼望每一位党团成员都能够在各自的选区，由于党团彼此之间的互助合作呢，有更好的表现、更大的发挥，这是对内的部分。那对市政监督方面呢，我们要强烈的呼吁，赖清德政府。要能够真正的建立民主的价值，对议会有一定的尊重，以及我们相互平等之间的角色做最好的扮演。监督市政是任何民意代表的天职，不管你是执政党、在野党。针对去年105年国民党对市府的表现，选出“霸”这个字，批评市府去地价税、房屋税等等的政策非常的压霸。对此，新闻处是发出新闻稿回应，国民党所讲的拢毋是事实，而且台南市市政满意度伫民调当中，拢得到人民的肯定。我们选一个字叫“霸”了哈，那霸气的内容当然加这，包括房屋税、地价税，包括咱赖清德怒呛监察院、司法院，还是讲南展霸气的要更改位置，包括不听。议会的执行，在总执行当中，就离席，不接受议会的施政报告或者总执行，包括赖美惠议长在议会不听议员的，不让议员发言。105年，我们就选一个，台南市议会国民党团选一个字，叫做“霸气”的“霸”。那我们提供大众媒体翕一个相。另外，针对国民党邀请媒体甲议员参与的投票活动，票选台南市政府做了上好甲上歹的局处长，以及互动关系上好甲上无好的局处长，伫会后也一并公布。最后做上好甲互动关系上好的，分别是都发局长甲新闻处长。而做上歹以及互动关系上无好的，拢是由教育局长包办。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在地企业以小康国际开发公司，因为感念企业伫发展的过程当中出资社会，因此伫现在经济无景气的状况之下，希望借着家己的抛砖引玉，互更较侪人关怀弱势，借此回馈社会。所以今年特别将过去只有伫北门、将军、客家3区举办的寒冬送暖餐会，扩大伫溪北12区举办。我们这次是扩大到13区，有接近超过300桌的这个低收入，还有一些志工地方的志工团体。那我们也希望透由这样子的一个聚会，就是说，叩谢就是在等于是我们在地方上服务这些弱势的一些志工。借由这一个餐会，让我们的弱势朋友感受到社会的一个温暖哈。从去年的3区扩大到今年大概有12区的办的这样的活动更加大型然后让更多我们弱势的朋友可以一起来感受一下社会的温暖。那我想也是透过蔡董事长这样子的抛砖引玉也期待说有更多的好朋友可以加入那让我们这些弱势朋友可以感受社会的温暖。对伊的行动，当互咱台南市，互我民间团体，会当讲咱6年大家共同来照顾咱大台南市，咱我弱势团体，当讲较侪人来参与，我嘛爱借助咱社会局长，未来好规划，会当讲咱大台南市，会当讲各区
大家画歌团体共同来办这个。将伫1月7号举办的爱心餐会，预计要办300桌，甚至更有可能增加到400桌。同时现场也有新营青商会、滇市新丰赛主会等在地社团做伙来帮忙，让这个活动更较有意义。台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来自安平各区60个会以上多基老人相互组织做伙，并且伫菩萨社区志工队协助之下，一一发送红包、糯米甲日常用品，也佮有公司甲民房所捐赠的小礼物，除了要互这群假日无伫身躯边的老人共款感受社会温暖甲温饱。区长伫会中嘛，一甲时段请安问好，场面相当温馨。真的很感谢菩萨社区在这长期以来帮公所很多，他们就是在平常的时候都会去跟老人在中午的时候都有送餐，这已经10几年了，将近11年的时间都是这样子。那所有的志工会分组去跟老人做访视，然后尤其是在台风天或者是地震来的前后，我们都会去跟他访视有脚爸爸困有烧吧，然后在过年的前半段这段期间，我们就会请我们的那个替代弟弟会去帮那个这些老人家他们整理家里面的一个环境，然后这一个部分是我们安平区所有的独居老人就由我们菩萨社区来做统筹这样子。伫所有老人当中，住伫5期嘛，当年受菩萨社区关怀吴老太太的相当的感动，认为志工真正做甘心，住伫安平做幸福。我就是咱甲小介啦，毋才会当菩萨社区这个小姐去厝的。大家熟悉，才叫我来菩萨社区。无我这个机会，我嘛唔知影人来呢。这个来讲得到安尼的环境相当足好的。我就讲，阮做园新竹、台中、台北，讲哎呦，阮台北也无这个经营无呢，恁台南哪会遮好？我拄则袂记你讲，才是入菩萨社区，也有人食，搁迄落摕红包，搁安尼甲阮头尾赶人就领紧啦、买啦，实在有影感心无限的啦，足爱心的啦。该项寒冬送暖活动伫社区坚持甲各界赞助已经持续第11档，关怀照顾范围更是归安平，未来服务目前大约80个独居老人，然后一群长辈会当平安过好年。但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全台湾第一座大型资源智慧回收站3号伫安平启用以后，都来民众对着如何进行回收的询问度真悬。第二天一日知影，嘛陆陆续续有侪民众将过年之前大饼扫被单掉的电视、冰箱等废弃物拢车来遮，互服务人员无用试查协助回收。民众对着这座资源回收站进驻，一方面新鲜，一方面嘛认为真方便，回收价效更加优惠。就是利用大扫除的时候，把一些废弃的东西全部一次送过来，比外面单独回收废物的地方价钱要比较好。对我们民众来说还蛮方便的。对，蛮方便的，一次整理。那这边感觉怎么样？蛮新颖的，就蛮新的，就看到就来这边。价小啊，你讲？价小还没般，有的还好一点，对的。这蛮吸引你来的啊。对对对。不过伫回收过程，其实包括纸张、杂志、甲玻璃等等，拢是倒3共回收，并无法度兑换购物的折扣，而且家电嘛随着材质回收价效有所不同，希望民众了解。大家都不知道的问题是说，第一天呢，大家都过来就是询问的部分。那询问的部分就是说，看我们东西有什么收，有什么东西不收，有什么东西是换折价券的部分。那我们所有的折价券的部分呢，都是换到我们安平家乐福里面去，可以在里面消费。对，那属于电子产品类的东西，我们属于高单价的东西，所以它的完整性要求比较高，所以可以申请补助金的部分啦。对，如果你说你有缺少部分啦，缺少马达，缺少里面的轮轴什么的，那可能我们就没办法帮你收了。对。纸类的部分现在是我们只有废纸类有算3块钱，那其他纸类的部分现在是目前还在跟回收商讨论中。对，玻璃的话是待回收而已。资源回收站每一天上午10点营运，一到暗时8点为止。环保局预估未来每一天将吸引超过5000位民众进行回收作业。电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
我们常说酒量好或不好，无论好或不好，喝酒应该要有参考值。男性每周不能超过14罐啤酒，或是半瓶多一点点的威士忌。女性适量饮酒的参考值就更少了。过量饮酒绝无好处。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今年一度由台南市政府文化局以及台南市音乐协会共同合办的大台南国际音乐比赛，为了要保持上界公正严格的比赛标准，每一档拢到国外聘请各种乐器的专业教授，或者是乐团首席顾问来担任评审。多年来的优秀比赛制度，也吸引了马来西亚、新加坡、中国大陆等所在学生踊跃参加，让这场音乐比赛更加国际化。这个比赛的特点就是我们所聘请的评审跟其他的比赛不一样，我们聘请的评审是全台湾，甚至于现在也有外国的评审，就是最顶尖的各项乐器的专业的教授，然后还有各个知名乐团叫国家乐团的首席演奏家，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特色。那我们18年来已经训练了很多培植了很多发掘了很多的音乐的种子。其实我们的音乐人才的培育应该是要借由这样的一个平台，然后让有更多学音乐的人才可以被大家看到，那他可以在他的这个音乐的发展的路上可以作为一个跳板，然后一层一层的再往上走这样。好了，所以今年的这个音乐比赛即将要展开，那也拜托各位媒体朋友们帮我们多的宣导，让这个更多的人来共同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今年的比赛将在3月18、19、25、26这4天，在台南文化中心盛大开始比赛。即日起，得当上网络来报名，也欢迎学音乐学生前往比赛交流。台南新闻最后采访报道。已经举办5档的文学馆福地大风送，伊就是台湾文学馆过年时真受欢迎活动。今年除了祭出50份贺礼，要互东港立馆的民众，上特别的也结合都开放的国定古迹台南地方法院，邀请民众来行村，来两栋拢是同一个设计师的100年古迹参观。文学馆也可以准备特色纪念品，其中也包括会当提供亲自彩绘游戏单。这一次呢，台文馆在过年期间呢推出了2个活动。第一个呢是文学福袋的发送。那因为现在脸书非常的流行，台文馆也有自己的脸书。那我们的粉丝呢，只要按赞，当天开馆的时候，大年初3，就可以得到我们的文学福袋。那我们里面提供了一些出版品，还有一些小纪念品。那为的呢，就是可以推广全民阅读。那第2个活动呢是闯关游戏。我这边呢有今年设计的闯关游戏卡。那它其实是一个2用的，你也可以带回去跟小朋友一起涂鸦，或者是在馆内涂鸦。那你只要完成闯关呢，就可以得到我们台文馆的纪念品。那这一次呢，我们特别跟台南地方法院一起合作来办这个活动，因为我们这2栋日治时期的建筑呢，都是同一个建筑师深山松之助。对，那他们在去年的11月开放。那我们已经开馆了13年多，那我们希望过年的时候呢，大家可以透过来古迹走村呢，认识我们台南的这2个博物馆建筑。
台湾文学馆是目前国内为国家级的文学博物馆，而台南电影法院嘛是日本时代大型的法院建筑。这摆首次合作，嘛希望透过闯关游戏，鼓励民众多多加入文化的馆舍。所以民众只要伫1月30号活动时间内面，伫两馆取得闯关的游戏单，分别完成活动勘引啊，前50名得当兑换奖品。电新闻军职郭博义采访报道。市府文化局伫咧等到养生一点当中，特别邀请宗教系教授要来讲解古早时阵健康养生的方式，讲解即寡死汉古道当中每一个健康动作的行为甲意义，还有人体每一个器官的奥妙甲伊的功能等等。这次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展出的道法万象特展系列讲座，特别邀请辅大的庄宏仪副教授为我们带来该如何做养生操。那在这套养生操呢，在正成公文馆的1楼也特别输出了2幅源自于西汉马王堆考古出来的44个导引术。那这些导引术呢，主要是用在于健身还有医疗的功效。那老师也特别分享现代社会中人们可以怎么样在平时日常生活中如何做，可以进行基本的健身，还有保养身体。除了等到养生的教学，目前地成功博物馆也展出有关道教神秘护灵，或者是道教人士修行成仙的故事以及方法，也阁有济道教神明的模样，也欢迎有兴趣的民众会当前往参观欣赏。台南新闻网之后采访报道。为了降低癌症病人伫化疗进前对药物产生的疑虑甲惊吓，新台病院为民国103年9月份，成为癌症人数较侪的大肠癌甲鳞癌开始实施化疗用药指导，针对化疗副作用处理甲预防，以及饮食甲生活形态，提供癌症患者个别化的指导。癌症的这个疾病的分期有不同，他们所使用的药品也不同，有的是单一的药品，有的是组合式的这个药品的组合，所以说它的这个副作用会有强弱之分，并不是每一个都是很严重的掉头发，然后白血球都被杀光光这样子的这个状况。好，所以每一个人不一样，所以不要担心说，打化疗是不是很恐怖？我是不是应该去寻求一些民俗疗法或是气功等等的这些亲戚朋友所推荐的这些另类的这种疗法，反而是应该相信我们医疗团队，然后我们医生的诊断、他的用药，还有我们药师给他的一些副作用的一个处理的一些指导，让他可以在整个化疗的时候可以比较放心，知道说他下一步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副作用，他怎么去处理，那心理上有一个准备。然后他接下来在化疗之后，他需要去做什么样的检查，然后去追踪这个疗效，他有没有复发，那整套都要完整的跟病人做解释，让他心里有一个准备，不会说遗漏他应有的这样的医疗的措施，那这样可以保障病人的安全，并且确保他的疗效。新台病院首次化疗用药指导服务，为实施高达2档外以来，已经服务798位的大肠、直肠癌患者，满意度高达99%。不但降低病患化疗进前的不安，而且也提升整体的照护品质。台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林阿珊，咱再会。